祝龙總兄弟姊妹平安健康快樂。嗱，呢個經節講在呢個羅馬16節咁樣講到，因為我要將嘅信心對你呢個福音，因為呢個福音有上帝嘅大能，本每一人相信其實得救。福音講到咩呢？就係講到上帝耶穌基督嚟到世間死喺十字架，3日因係佢復活。屬人類本嘅罪惡達到嘅方面，每人相信其實都得救，這樣即刻係相信呢個福音啦。因為到呢使徒42節咁樣講到，在天下世間裏冇一隻名號本即刻得救，除了在耶穌基督嘅名。但係看看係耶穌基督嘅名呢？因為上帝派嘅單日嚟世間出世，按到耶穌基督。每人相信耶穌基督是等於相信到上帝。那上帝做了這個恩典，做了這個愛，做了這個得救，本每一人，每人要謙卑，打開心相信佢，打開這個求信任佢，你都得救，都得到得救。本日罪惡產道嘅方面，是個屬於獨立嘅人，從日罪惡產道，是個屬於得勝嘅人。那上帝祝福大家，阿門。